巴基斯坦的前总理伊姆兰汗打因为盗窃国家机密，被人判刑10档。伊和看守伫咧昨阁因为贪污的罪名，被人判刑14档的有期徒刑。因为敢若离大选剩1礼拜，这两件判决是引起民间的质疑。因所属的政党嘛批评当局侵犯人权，搁违反宪法。巴基斯坦的前总理伊姆兰汗2天内2遍被判刑。拜三又因为贪污罪被判14年有期徒刑。伊所属的正义运动党讲，判决也禁止伊姆兰汗做政治工作，取消伊未来10年内担任公职的资格。There's absolutely no trial of Imran Khan and the wife of Imran Khan. It's a sham exercise,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violation of Article 10 and 10A of the Constitution of Pakistan. 伊姆兰汗是巴国的前总理，也是国际棒球的明星。去年8月被逮捕以来，一直被关押。伊看守伫候审期间犯案，2人被指控非法卖收到的外国礼品，谋取个人的利益。伊姆兰汗拜伫合法院以泄露国家机密文件判10年，因为巴基斯坦2月初8要举行大选，这个判刑的时间点真敏感，民众对判决也真失望。 मैं ऐसा बात लगती है कि बहुत सारी चीज़ों के अंदर जल्दबाजी की गई है और शायद ये इलेक्शन से पहले नहीं करना चाहिए था। इलेक्शन में ही आवाम को फैसला करना चाहिए था कि आवाम किसकी हिमायत करते हैं, किसकी मुखालफत करते हैं। 正义运动党也个和选委会指控无依法办党内选举，所以失去棒球符合的政党的标志。因为巴基斯坦唔捌字的人真多，真侪选民拢是靠着投票伫咧当选票，所以正义运动党有可能被边缘化。伊姆兰汗的社群媒体 X 发声明，希望民众伫咧2月初8以和平的方式用选票来报复无公平的代志。公司新闻田伟林、张建光编辑。